當你覺得心裏有愧、抑鬱，有人去糾纏你，或者係流產諸如此類嘅嘢咧，你唔開心嘅時候，你就想去放生。其實你覺得放生有冇用咧？而家嘅放生同以前真係好唔同啦。而家全部係市場買翻嚟，去河度放生，然後咧就俾啲釣魚佬咧去釣走。你覺得咁樣嘅循環，你唔覺得好怪咩？你覺得有用咩？係咪先？其實以前嘅放生咧，都係一啲自來嘅動物啊，譬如話鴿啊、蛇啊、龜啊呢啲咁，都係屬於嗰個大自然嘅環境嘅，都係帶啲靈氣嘅，就冇經過而家嘅飼料飼養。所以嗰陣時嘅放生咧，就人同個自然咧係和諧共處嘅一個狀態。當然數量都比較少啦，亦都好少人做。咁後來就演變成所謂嘅佛家行為，其實同佛家一啲關係都冇。你放生更多係一種心理疏解嘅一個行為，唔使放大嘅。你有問題，你都係有問題。你要渡嘅劫，你要賺嘅錢，你都係要經歷嘅。冇話講消除嘅。與其話你熱衷於放生，仲不如話你收購去收養啲流浪狗仲好，嚟得更加實在，係咪先？你真係對未來迷茫狀態唔好，你自己係第一責任人，主動去規劃應對，呢個先至係正解啊！